内乡亲啊，虽然这个防台北，也就是防台中心，已经伫早起的10点来登陆到中国的福建，但是防台北就伫金门的边啊。这个暴风圈是直接来加过澎湖甲金门，金门甲澎湖早起是透大风落大雨。先来看金门，上大阵风来到14级、15级，港口边嘛来现5米悬的大风影。气象局嘛因为安尼，伫个早起发出着国家警告，提醒金门当地乡亲注意强阵风。海边的海影线真悬，达到5公尺，就亲像白马仔伫咧走小路。风真正足透，树仔口吹甲摇真大力，雨嘛落甲真大港。金门各地区强风大雨，多数的风台中心当伫咧到过金门澎湖，互真侪店家看板含树仔直接翻倒伫咧路边，九强码头冒铁边叫大风扫落来。工地围篱啊嘛叫风扫倒，停伫咧路边乌托摆嘛是倒几排。烦恼民众人身安全，中央气象局今日透早嘛发出国家警报细胞警讯，市境可能有平均12级的风，或者是14级以上的强风出现。强风大雨扫过来，提醒离岛的民众千万唔通出国，才能确保家己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